歡迎收睇小馬哥遊樂場。如果大家第一次收睇呢個頻道，記得訂閱，撳埋個鐘仔，揀選全部，咁最新最快嘅影片咧就會送俾你啦。嗱，緬甸中部咧喺3月28日發生7.7級嘅大地震，至今咧已經造成至少咧2700幾人死亡，多人仍然下落不明。根據英國媒體報導，喺地震嘅震央實皆省，由於高溫嘅天氣，屍體惡臭變得令人難以忍受。由於短時間內要處理大量嘅屍體，有災民就表示佢哋必須要喺每個墓地裏面埋葬10具屍體。如果當地冇足夠嘅空間，佢哋就必須將屍體運到曼特勒火化。與此同時，緬甸軍政府被指未有積極救人救災，反而阻撓人道物資進入叛軍控制嘅地區，並持續村莊發動空襲，令到救災行動面對重重困難。據官方統計，地震死亡人數已經超過2700幾人，外界擔心實質死亡數字可能高達幾千人。美國地質調查局更加估計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萬人添。嗱，緬甸頓時成為人間煉獄。點解呢一個有19個台灣咁大，大概有5400幾萬人口嘅第2大東南亞國家，會成為咗地震活躍國家之一呢？嗱，喺未解答呢個問題之前，先同大家講下地震係點樣形成啦。地球嘅外殼主要由多個板塊拼疊而成，其中包括7個主要板塊同埋其他較小嘅板塊，總數大概10幾塊啦。每年以約10 cm 嘅速率移動。由於摩擦力阻礙咗板塊移動，能量就累積起嚟，往往可以承受幾百年或者幾千年。而脆弱嘅岩石最後會頂唔住壓力，發生龜裂，產生地震波向四方八面傳播出去，又或者斷裂起嚟，將長期累積嘅能量急劇釋放出嚟。當傳到地面，就係地震啦。板塊移動基本上有3個類型：聚合性邊際移動 （convergent boundaries），兩塊板塊擠壓碰撞，導致強震同埋火山爆發。地震嘅類型係屬於強烈地震、逆斷層地震同埋海溝型地震。常見嘅地區係日本環太平洋地震帶、印尼、智利、喜馬拉雅山脈。當兩個板塊互相擠壓嘅時候，其中較重嘅海洋板塊會被擠壓到地心，形成咗隱沒帶 subduction zone。壓力長期累積後會釋放，引發強震同埋海嘯，例如2004年嘅印尼大地震，同埋2011年嘅日本東北大地震。位於海床板塊地震所產生嘅巨浪，淹沒咗多間房屋嘅畫面，相信大家仲記憶猶新。至今90%嘅地震都係屬於聚合性邊界移動 （convergent boundaries） 所引致嘅。張裂性板塊邊界移動 （divergent boundaries）， 當板塊彼此遠離，形成咗地震同埋火山活動。地震類型屬於淺層地震、正斷層地震。常見嘅地區有冰島、大西洋中脊、東非裂谷。由於兩個板塊裂開，形成咗裂谷 （rift valley）。例如大西洋中脊，岩漿會湧出，形成新嘅地殼。通常地震會較淺，但係頻密，影響嘅範圍亦都較細。冰島位於歐亞板塊同埋北美板塊之間，就係典型嘅張裂型板塊邊界移動所致啦。保守型板塊邊界移動 （transform boundaries）， 板塊水平錯動，造成咗劇烈嘅地震。地震類型係屬於走滑斷層地震。常見嘅地區係美國加州聖安地列斯斷層、土耳其嘅北安納托利亞斷層，同埋紐西蘭阿爾卑斯斷層。兩個板塊會沿住斷層水平移動，摩擦力累積壓力，當壓力釋放嘅時候就會引發強震。呢一類地震發生嘅頻率高，破壞力強，但係通常唔會引發海嘯。每隔10幾年就會發生強震，就好似1989年嘅舊金山大地震。
Bureau in San Francisco, and Bruce, maybe you can just... 專家指出，緬甸咧係位於喜馬拉雅地中海地震帶，呢個地區鄰近4個構造板塊，分別係印度板塊、歐亞板塊、緬甸板塊同埋巽他板塊，形成咗複雜嘅斷裂系統，令到該區成為咗全球最活躍嘅地震帶之一。而發生今次嘅地震位置就係位於緬甸中部一條叫做實階斷層板塊邊界上邊。呢條實階斷層全長超過1000公里，一條從緬甸南部靠近仰光東邊一直向北，中間穿過緬甸首都萊比都，再經過曼德勒旁，一路向北到喜馬拉雅山。呢條長長嘅斷層活動率根據 GPS 嘅數據顯示，速度非常之快，每年會吸收大概2 cm， 就係歐亞大陸同埋印度板塊移動所致㗎啦。歷史數據顯示，緬甸每年平均發生約720次嘅地震，其中7級以上嘅地震4-5年就會發生一次，顯示該區具有一定嘅地震風險。專家指出，呢100幾年發生過多次由呢條斷層發生嘅6級以上嘅地震，而今次7.9級嘅地震就係繼上一次喺1839年雅雅地區地震之後積落至今嘅地震應力。由於呢條斷層仍然係存在大量應力，呢一帶地區喺將來亦都會發生強烈嘅地震。震央喺緬甸，點解泰國曼谷都會受災嚴重呢？泰國位於一個非常深嘅盆地之中，曼谷嘅地底其實係有一層好厚嘅黏土沉積物，好容易產生盆地效應。過去150年，只要實階斷層有較大規模嘅地震，曼谷搖晃嘅程度都會變得好敏感，就算相隔15000里都可以感受到。由於距離遠，大部分由震央傳出嘅震波高頻傳到曼谷已經減弱，只係剩低較低嘅頻率，屬於長週期嘅震波，對矮嘅樓房破壞力相對較少。而大家喺唔同嘅社交平台睇到高樓大廈頂樓嘅無邊際泳池波濤洶湧，池水因為地震震瀉到大街，場面非常驚險。而曼谷甚至有興建緊嘅大樓喺今次地震全棟倒塌，都跟盆地效應有莫大嘅關係。咁緬甸一帶仲會唔會發生大地震或者餘震呢？一般大地震之後，接連會發生一連串嘅餘震，但係今次緬甸有關嘅餘震記錄較少，預示咗喺呢一帶仲可能會發生強烈嘅大地震出現。咁其他嘅地區又會唔會引發咗有強烈嘅大地震出現呢？緬甸今次嘅大地震最大嘅影響就係實階斷層本身，由於斷層係一條長而直嘅走滑斷層，所以一帶附近嘅破裂區有可能再會觸發到下一次7級以上嘅地震啊！但係引發其他較遠地方嘅地震，過往暫時就冇呢個記錄，相信呢個可能性亦都會比較低啦。我哋成日會聽到有關地震嘅新聞，會提到黎克特制震級同埋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嘅度數，究竟又係啲乜呢？黎克特制震級係指地震本身嘅強度，即係地震震源釋放出嚟嘅能量強度，距離越遠，影響力越細。香港天文台喺2011年嘅5月加強咗地震信息發佈之後，已經唔再為地震冠以黎克特制嘅稱號。而對於地震為一個地方帶嚟嘅影響則以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嚟表示，一共有12度。香港多年嚟亦都有相關嘅烈度記錄，好似2011年日本311地震，香港嘅地震烈度約為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嘅2度。而今次緬甸大地震，由於兩地相隔1800公里，所以香港並未記錄到相關嘅烈度。為咗加強地震資訊嘅服務，天文台喺地震報告裏面加入咗震源深度資料。震源深度為地殼內釋放能量嘅震源與震中之間嘅距離。震源深度少於70公里嘅淺層地震，通常比震源深度超過300公里嘅深層地震更具破壞力。震源深度係地震監測同埋評估地震潛在危害嘅其中一個重要參數。
而今次緬甸大地震屬於淺層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所以破壞性極大。嗱，同大家講咗咁耐，究竟香港會唔會地震呢？其實香港以南50至60公里嘅海底，亦都有一條濱海斷層，情況同實階斷層類似。同樣兩側都有唔同嘅城市，好似海南、潮汕一帶，近100幾年都試過發生大地震，但係震央只係喺大灣區珠江口附近。由於濱海斷層唔係板塊邊界，遠遠唔及實階斷層咁活躍，但係仍然要提高警覺。中文大學嘅地球與環境學系教授楊宏峰之前就預測，如果香港發生地震強度有機會達到7級嘅，所以唔好咁老定話香港唔會有地震啊！目前科學仲未可以準確咁預測地震發生嘅時間、震中位置同埋強度。各國正積極研究透過高密度嘅地震監測網絡，提高警報系統嘅準確性，以便地震波到達之前發出警號，減少人命傷亡。舊年日本政府就估算喺南海海槽嘅大地震會造成咗海嘯，導致咗30萬人嘅罹難，而經濟損失可達270萬億日元，折合約14萬億港元。又首次估算因疏散安置影響身體狀況等衍生災難關聯死亡，估計將有2.6萬至5.2萬人之多。報告估算海嘯會席捲全國25個府縣，首當其衝嘅係高知、靜岡縣，甚至會有30米高嘅海嘯。估計單喺靜岡就會有超過10萬人罹難，首都圈亦都會可能有6000人死於海嘯。政府地震調查委員會最新嘅推斷，未來30年再次發生南海海槽大地震嘅機率高達80%。而台灣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嘅前主任郭海文亦都分析，台灣西部未來2週亦都會可能觸發6級以上嘅地震。除咗唔同嘅政府預測今年會有大地震，仲有好多嘅預言家話今年會有大災難發生添。泰國預言家 Ply 喺2024年12月27日嘅訪問影片中提到，上半年嘅緬甸將會發生地震，影響曼谷，甚至會導致大樓倒塌。Ply 憑住與生俱來嘅預言天賦，曾經多次準確地預測到地震同埋重大事件，好似選美小姐 Demo 案、暴雨成災等等。今次預測再次受到公眾關注啊！影片裏面佢唔單止講地震之後嘅問題作出詳細嘅描述，仲建議民眾檢查建築，準備緊急應變措施，對即將到嚟嘅危機作出全面嘅預警。同樣吸引人注目嘅仲有印度神童阿南德，佢喺3月1日嘅影片中直指近期可能喺喜馬拉雅地震帶附近嘅西藏、尼泊爾、不丹、緬甸等地發生重大嘅地震。另外，佢亦都預言喺2025年嘅上半年，因為土星同埋月球北交點相會，象徵咗同水有關嘅區域會發生事件。最先出現嘅地方就係南海，可能會發生地震、海嘯等天災。本當の大災難は2025年7月。最近亦都有唔少人攞返1999年日本預言漫畫家龍樹良推出嘅《我所看見的未來》作品。喺佢11個預言夢當中，其中7.5個已經應驗，引起人紛紛討論。當中成功預言包括英國戴安娜王妃之死、英國樂隊 Queen 主音 Freddie Mercury 因為傳染病離世，現實佢就係因為愛滋病離開樂迷。呢場緬甸大地震再次提醒我哋，天災唔可以避免，但係個人因素係會加劇災害嘅影響。政府應對能力薄弱嘅情況之下，受災嘅人民受苦加劇，呢啲唔單止係自然災害嘅悲劇，亦都係人道危機嘅警號。
我哋唔可以阻止地震嘅發生，但係可以加強建築物嘅防震，完善應急嘅預案，並確保救援物資嘅公平分配。當下一次災害來臨嘅時候，能否減少人命嘅損失，關鍵就在於我哋今日所做嘅準備。地震來襲嘅時候，個人嘅層面亦應該有應對嘅策略，例如掌握緊急嘅逃難知識、儲存基本嘅生活物資、確保通訊暢通等等。只有全民提高防災嘅意識，先至可以喺面對自然災害嘅時候減少最低嘅傷亡，同埋盡快令到社會復原。喺度，小馬哥向緬甸大地震嘅遇難者同埋家屬致以深切嘅哀悼，並向所有嘅災民致以真誠嘅慰問。願災區早日重建，人民恢復正常嘅生活。如果呢條片可以讓你哋更加了解地震同埋地震帶嚟嘅災害，請訂閱我嘅頻道，同埋廣傳俾朋友同埋家人。小馬哥講呢啲，今集係咁多，下集見，拜拜。